針對房屋局公屋商鋪招租情況咧，最新數據顯示，23間商鋪最終撤回3間，其中新城 A 區因預期人口增長，商鋪租務反應理想，而路環及離島區域則出現部分商鋪零投標現象。社會人士針對現行租金定價模式提出檢討建議，促請當局加快修法，推行分區出租制度，並引入同市場狀況掛鈎嘅動態定價機制。對於部分商鋪因地理條件如門面受阻，導致投資者放棄投標，顯示市場喺選擇鋪位時具備高度嘅綜合考量。凡涉及公共資源嘅分配同租賃，均需符合經濟公平原則。澳門旅遊局近年多個直接判比嘅大型旅遊宣傳項目，涉資過千萬，引發社會關注。根據官方採購公示，旅遊局舊年批出多項直接判比用作綜藝節目同埋 IP 打卡項目嘅推廣，當中包括向內地綜藝節目《奔跑吧》批出800萬澳門元宣傳製作費，而另一內地綜藝《一路繁花2》亦都獲批820萬澳門元。此外，今年喺本澳拍攝嘅《我要做廚神》亞洲版，相關製作、服務同推廣費用更高達2665萬澳門元。2026社區消費大獎賞活動合共投放近4億澳門元嘅消費優惠。不過活動推行至今，有大批市民表示未能抽中獎項，甚至出現多個支付平台賬戶連續錄得零中獎嘅情況。坊間有唔少言論質疑現行電子抽獎機制嘅中獎機率偏低，亦有意見指出外地僱員同時享有抽獎資格會攤薄本地資源，變相減低政策精準惠民嘅成效。建議政府直接向本地居民增發消費卡。政府推動電子抽獎促消費，引發社會爭議。有人認為電子抽獎可以有效拉動市民多次實體消費，提振市場；亦都有人覺得直接派發消費卡更具公平性，可以實打實減輕居民生活負擔。早前有意見指出，本澳喺葡萄牙管治時期並未實施強制葡語教育，隨住澳門回歸，本地教學媒介出現明顯轉向。目前普通話教育已經廣泛應用於各個教學階段之中，取代部分原有嘅語言教學模式，以適應澳門作為大灣區重要節點嘅角色。呢個語言教學政策嘅演變，正正反映出澳門與內地日益緊密嘅融合關係。有人認為澳門應該全面配合現行嘅普通話教學趨勢，有利於融入國家發展大局。亦都有人覺得應該保留過往多元語言教學嘅特色，維持本地獨特優勢。司警先後接獲1男4女共5名本澳中年居民報案。案情顯示，眾事主早前喺社交平台 Facebook 瀏覽到一個自稱萬里遊國際旅行社嘅專業貼文，裡面聲稱出售特價機票同埋酒店自助餐券。5名事主信以為真，同對方商議好價格之後，分別透過 MPay 同埋支付寶向指定賬戶轉賬。然而眾人付款之後，遲遲都收唔到機票或者餐券，隨後仲被對方封鎖聯絡賬號。5人合共損失15,930幾澳門元，個人最高損失金額達7,440蚊。司警調查後發現相關專頁已經被移除，目前正由調查科跟進。一名本地女青年近日墮入網上交友騙局，購買點數卡協助網友解凍賬戶，損失1萬澳門元。案情顯示，事主早前同一名陌生網友傾偈，期間對方聲稱透過快遞寄送禮物俾事主，但自己嘅賬戶遭到凍結。喺對方不斷賣慘訴苦之下，事主一時心軟，答應幫忙。事主隨後點擊對方發嚟嘅連結聯繫虛假客服，被告知只需購買指定金額嘅點數卡即可為賬戶解凍，並承諾手續完成後會全數退款。事主信以為真，購買咗總值1萬澳門元嘅點數卡，並將激活碼等資料傳送俾對方。事主喺等候消息期間同家人提及事件，先至驚覺受騙，並向司警求助。早前衛生局接獲5宗流感樣疾病群集性感染報告，涉及澳門1間院舍及4所學校，合共38人受影響。檢測結果顯示，多名患者對甲型同乙型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。目前相關場所已按指引落實隔離規定同埋清潔消毒，所有患者病情穩定。衛生局強調，接種流感疫苗係預防病毒擴散嘅最有效手段，特別呼籲長者、兒童及長期病患者等高風險群體盡快完成接種。防疫工作應由個人做起，市民應注意個人衛生，
避免前往人多擠迫地方，並喺出現呼吸道症狀嘅時候及時佩戴口罩並就醫。近日，一名外地男子涉嫌勒索一名經營非法水客散貨點嘅女子，遭女方男友持鐵錘襲擊，事件涉及多項違法行為。根據警方資料，一名本地女子經營水客散貨點期間，遭一名內地男子勒索錢財。女方男友喺上週三喺北區散貨點涉嫌持鐵錘襲擊該名男子，導致其受傷。警方接報之後，迅速拘捕相關人士，並且繳獲涉案鐵錘。目前傷人者已經被移送檢察院偵辦，勒索者同埋涉嫌非法經營嘅女子都面臨法律追究。法律法規清晰禁止任何非法經營同暴力傷人行為，相關人士必須承擔法律後果。治安警察局近日偵破一宗拾遺不報案件，一名七旬本地無業男子因拾獲他人澳門通卡並據為己有被捕。該名男子喺4月拾獲女事主遺留喺便利店嘅澳門通卡，涉案金額為750澳門元。警方經調查之後，於上週5喺關閘口岸成功截獲嫌疑人，案件現已移送檢察院作進一步偵查。市民切勿因為一時貪念觸犯法律。早前司警喺澳門皇朝區進行巡查，發現2名男子正同一名賭客進行不法匯兌，隨即採取執法行動。調查顯示，2名疑犯從前年起開始從事呢一類活動，通過協助賭客兌換貨幣謀取私利。行動中，警方檢獲大量籌碼同埋現金證物，所有涉案人士都已經移交檢察院進行後續偵查。警方再次強調，賭場周邊嘅非法兌換嚴重影響治安，參與者亦需要承擔相關法律風險。法治社會，任何僥倖行為都無法規避法律制裁。船廠項某大廈垃圾房發生火警，司警列作懷疑縱火案調查。事發當日朝早10點25分，大廈管理員巡樓期間，發現垃圾房入邊一個垃圾桶有明火，隨即用滅火筒將火撲熄並報警求助。消防員接報到場之後，對現場進行灑水降溫，以確保火勢熄滅。現場部分牆身被燻黑，垃圾桶亦都被部分焚毀。事件入邊冇人受傷或者感到不適。由於消防人員評估之後認為起火原因有可疑，案件目前已經交由司警局調查部門接手跟進。近日司法警察局偵破一宗涉及搶劫、傷害身體完整性同埋不法錄製品案件。案發於6月15號，6名介乎11至15歲嘅本地未成年學生，因早前於網絡群組結怨，於黑沙環圍毆一名女學生，並勒索200澳門元。經司警調查，涉案者喺毆打過程中拍攝影片，行為觸犯多項刑事法律。目前6名涉案者已被移送檢察院偵辦，並將啟動相關青少年教育監管措施。校園欺凌及青少年暴力行為唔單止對受害人造成身心傷害，亦都需承擔嚴重嘅刑事法律後果。廉政公署工作報告揭發市政署一名職務主管涉嫌多次虛報出勤。涉案人員喺2021年至2023年期間，利用自己作為職務主管可以自行安排外出工作嘅便利，多次喺辦公時間內擅自離開工作崗位，返回住所或者處理家庭私事。嫌犯為咗掩人耳目，涉嫌喺多份外勤工作報表上面填寫虛假嘅工作項目同埋地點，並且偽造多份不實報表以虛報出勤時間。相關行為已經涉嫌觸犯詐騙罪、公務員所實施嘅偽造罪，同埋由公務員喺執行其職務時實施嘅電腦偽造罪。目前案件已經移送司法機關處理。近日，廉政公署公布報告揭發一名治安警員涉嫌長期誇大病情、詐騙帶薪病假。該名警員於2015年聲稱手腕受傷，無法執勤，獲發病假之後連續缺勤近4年，期間涉嫌騙取薪酬合共近90萬蚊。經調查發現，該警員喺病假期間多次離境，並參與重型貨車駕駛考試及保齡球比賽，佢嘅行為與病況嚴重不符。目前案件已於2025年7月移送檢察院偵辦。凡以虛假手段騙取公帑，均屬嚴重違法行為，需承擔刑事責任。近日，廉政公署針對第8屆立法會選舉期間嘅違法行為進行總結，喺偵破嘅刑事案件中，包括賄選、脅迫同詐欺等行為。
最受關注嘅一宗案件涉及50幾人，一名工程公司主管涉嫌透過金錢誘使他人簽署提名表，下屬更從中牟利並偽冒簽名。廉署指出，選舉程序必須喺公平、公正、廉潔嘅環境下進行。廉署已將相關案件移送檢察院，對任何損害選舉誠信嘅行為，法律絕不容忍。市民應當遵守法律，確保行使權利時合乎規範。一名本澳男子涉嫌揸車撞倒他人電單車之後不顧而去，遭治安警拘捕。涉案本澳男子姓李，60幾歲，報稱係一名退休人士。案情顯示，治安警早前接獲市民報案，指將重型電單車停泊喺媽閣附近，取車時發現車身、指揮燈及車頭罩破損，懷疑被車輛撞倒，報稱損失約2500澳門元。警方隨後透過天眼系統鎖定涉案嘅李某，並將佢傳召到警局。經查問，有人承認當日駕駛電單車途經上址時，不慎撞倒涉事電單車，但事後只係將車扶起就離開現場。李某現時涉嫌觸犯毀損以及逃避責任罪，案件已經移交檢察院處理。